太鲁阁族于民国93年1月14日，经行政院官宣为台湾原住民族第12个族群太鲁阁族。秀林乡公所正逢今年正名满20周年，所以呢，我们秀林乡公所在1月开始就陆续规划今年的所有活动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花莲市原住民历史文物馆。那在这边举办的展览活动呢，是9月2号到9月26号，里面有展示我们的展板，介绍我们的太鲁阁族证明的运动，以及所有传统文化、技艺、乐器、编织，甚至我们的传统服饰，都在这里可以让大家看得到。欢迎所有太鲁阁族人以及所有乡亲莅临参观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活动期间9月2号到26号呢，进到馆内参观，分享您一张在里面的照片，然后输入我们的庆祝太鲁阁族20周年纪念的粉专，我们就赠送您一个漂亮的袋子。花莲市历史文物馆欢迎您。